东海大学。东海大学它这一个教非常有名呢。对于名司机的呢，对于名干嘛？这个也可以讲说。那这是它的内心什么？很简单。可是呢，让人家觉得跟大学的跟上面是在一起啊，也是这样子。这样的教授他已经如果情况下他就不会在里面去，那也就是在需求路上，然后这也是他们学校的校情哈，因为之前的几班讲师呢，今天书记生下叫责任啊，那以前是东海大学的学生，现在已经那毕业设置校了。他可能那时候在做这一片很好的学校，是用他们学校的背景哈。那东海大学是几个算很多遍，我们也要回去。那这一首上坡坡下好像这边这样讲，今天有很多凡人进去，那个凡人，那个凡是很多凡的事情。那但是呢，这个我们要学佛去上坡，那他要怎么做？其实可能都会有彷徨的时候。有时候我们听到，就像我们刚刚前听到，觉得好像有一些讲对吗？就是别人说那样就有点问题。我在我听到的事情看到，不知道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会怀疑，他继续这样走下去吗？你也会有怀疑的时候，结果要我们学的坚强。今天有讲过简短的一善的全的全福音，对不对？唯一善全福音，然后告诉我们就是要相信这个道都要坚强。散播温暖的话，入风霜。去发挥你的人性的光辉了哈。我们人性有什么光辉？我们人有什么光辉？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什么？人性美好的一面是什么？人性本质具有的东西，又很好的是什么？叫做自强自信原本自具体。当然，我们如果真的要讲，就有一种很好的德性。那无常是什么？人、地、理、智、信。那这五常呢，我们要把它掌握住。那去散播这些温暖，去把我们人的光辉，我们人的光与热，然后散播出来。不怕雨露风霜。那先口讲这雨露风霜这个是来形容人的一些不同的遭遇。有时候我们遭遇到像下雨天一样，有时候又有的像冰霜一样。什么叫做如履薄冰？那天或许要看一个纪录片，有小朋友他们住在喜马拉雅山那边，然后他们要上学必须要走路，经过那个冰河下6天，要走6天才可以到学校。然后爸爸带着他们走那个冰河，然后要怎么样有经验带着他们，不然会怎么样？掉下去因为那个冰河它是结冻起来，那个冰层有时候会很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有经验，那个冰是坚强，可以承载他们的重量，才可以走过去。当不行的时候要怎么办？你知道他们怎么走？那个冰很薄天天听到他走过去，就有冰给掉下来，很可怕那他怎么走？他叫他要趴下去，为什么要趴下去？分散它的重量，它的面积体积下去的话，它的重量，如果这样站的话，那一点承受的压力比较大，它就会趴下去，这样趴下去，然后这样慢慢爬过去，而且很窄，旁边就是急流的河川，边有剩下还没有融化的冰层。那或许才了解到什么叫做如履薄冰。那这个人一直不断的强调说，我们修行要像如履薄冰，或许才从那个景象去体验到。那当然，这个人生
所以会有